头前9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10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大甲妈出巡事件。今年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是前到昨暗半暝11点才起驾。拄手术出院的丁兰宫董事长颜清标，也有总统府的秘书长苏家全，甲台中市长罗秀燕做伙胡乱叫。高岗8暝的示警行程正式起步。颜清标表示讲，希望大家会当行出健康，行出平安。今年大甲妈辽境进香，11晚11点起驾，由丁兰宫董事长颜清标、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加台中市长罗秀燕这点胡乱叫，开始高岗8暝的行程。因应防疫，今年有5项限制，丁兰宫启动入庙管制，庙境内信众也拢爱挂水烟。拄则动过手术的颜清标讲，今年无法度行全程，由伊的时岁代替辽境。大家来追随妈祖的脚步，行出健康，行出平安。感谢。打算要绕境吗？绕境会绕境，但是我没有办法走全程了，所以叫严宽仁跟严立敏来陪着妈祖走。本来定3月19日辽境受疫情影响延后，不过伫目前国内疫情稳定，初7开始大规模解封，大甲妈也当顺利起驾。这边会经过台中彰化云林加嘉义，全程差不多340公里。庙方做好各种地防疫准备，也希望信众配合。我们以防疫新生活的方式，然后大家做好这个自我的健康管理。我相信大家听指挥中心、听庙方的相关的规定，有听话的妈祖比较会保佑啦。今年原本我们以为说大概就取消了啦，不过可能大家共同努力政府民间都在防疫上面很努力也很配合，所以妈祖应该也是暗中保佑大家今年大甲妈辽境3天真正决定，也无参加民众无亲像往年遮多，而且行政院甲庙方也约束提出5项禁令，包括禁止乱叫拍、割菜，也怪管制叫天的人数，希望信众参加辽境也让做好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际顶悬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是警告讲，目前非洲的病例有20万例，不过病毒传真紧，恐惊是后一个疫情的重灾区。若目前病例数上侪国家是美国，已经超过200万例。疫情影响经济，大家心惊惊。致使美国3大指数拢大落，创下3个月以来一日落上侪纪录，其中道琼指数落超过1800点。美国股市一开盘就大盘。道琼指数将场盘1861点，盘8 6.9%；纳斯达克指数也盘5.27%；标准普尔500也盘5.89%，创3月中以来上歹情形。We are officially in recession. We had the COVID cases start to advance, and we also had the Fed indicate that they're going to keep interest rates low until 2022. 10月美国大盘是因为美国联准会警告，疫情对经济造成正大风险，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加通货膨胀。估计到年底失业人数会挖近10%。美国确诊新冠病毒的患者超过200万，不过各州政府慢慢放零防疫措施，重启经济。纽约时报最早报道，有21个州的病例数出现反弹。自5月底以来，9个州的染疫人数回升，民众惊吓不是无道理。总统川普最早宣布，会伫包括佛罗里达州在内4个州恢复竞选活动。不过 WHO 10月警告，非洲恐惊是新冠病毒后一个扩散的所在。It took 98 days to reach the first 100,000 cases, and only 19 days to move to 200,000 cases. So even though these cases in Africa account for less than 3% of the global total, it's clear that the pandemic is accelerating. 全世界疫情第3严重的俄罗斯，11个病例数超过50万。进前当局批准的治疗药阿维法会也开始伫医疗机构使用。欧盟建议新冠地区国家自15开始开放边境。欧盟成员国是自7月开始慢慢对非欧盟旅客开放边境，不过是不是放宽禁令由各国政府决定。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今日早起8:21，花莲发生规模4.7的地震。地震的中央伫花莲县政府东边偏北边的花莲近海，深度是30.2公里，上大震度是花莲市有3级。咱续来关心天气，咱先来看温度。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会发展做今年第2号的风台。若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咱台湾会受以外围云系影响，伫东半部、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毋过爱细日过到了后的雷阵雨。若今仔日伫金门、马祖的云较低，熬大霧会影响能见度。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是33度到35度，若南部甲华东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以上。气象局有针对花莲发布感冒式的警告，乡亲若要出门爱做好早日，嘛爱加啉水。这款天气，真侪人厝内拢已经开冷气啊！若中华地检署受检察官伫面册顶头怨叹讲，办公室的冷气对早起9点开到下晡5点，时间一到就自动关起来，也未下班的人是热甲要死。颠倒是扣留室24点钟拢有冷气，犯人拢比检察官还阁较舒适。昨天到室内温度定定拢来到30度，但是中华地检署的检察官冷气敢若会因为会在9点吹到下昼5点，时间一到就自动断电。是从9点开放到下午5点，5点到7点之间，因为同仁外出用餐，停止供电，到7点到9点再重新复电。中华地检署一名姓陈的检察官就伫家己的脸书面顶讲，办公室下昼5点就断电，迄个时阵工作还未结束。等下到暗头7点加班复电时间已经规身躯寒，伊个滚酸笑讲，关犯人的所在有24点钟的冷气会当吹。如果资源严重短缺，会阻碍检察体系的发展以及侦查工作的进行。另外，陈检也表示，法院跟地检署间资源分配的差距，也造成检察官转任法官人数逐年增多的原因。台中地检署赶快是办公室较旧，因是有一个气冷主机控制盘，中央空调断电了。如果检察官爱加班，会应该伫7月会延长2点钟。但是如果要提早离开，嘛应中止。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林三钦只是伫脸书面顶讲，因为钱无用伫应该用的所在，主张国家应该替检察官提供一个有尊严的办公环境。民众只是认为这款环境伤过为难检察官，不合情理吧？因为加班算公务。同款是司法单位、行政单位较有弹性，外勤单位无限制。内勤加班的冷气嘛开放到暗头10点。那内勤的部分就是上班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6点我们来开放。有加班的话，我们6点到10点也开放。检察官的埋怨，中华地检署表示，未来会甲同仁来讨论弹性的调整，但是资源预算有限，嘛希望大家用做伙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大法官伫顶个月29做出791号的大法官解释，宣告用刑法判通奸罪是违反宪法的，所以相关的法律虽无效。通奸除罪化了后，即马有网站讲，咱台湾人去分外前偷食的网站去注册人数，一困头是加7成，加1300外人。认为讲这甲通奸除罪化应该有关系，不过有学者是认为讲，短期的数字无一定有啥物意义。来看联合报，新北市的淡水昨有一个高中生行过小学的门口时，伊举刀甲一个等咧磅体温准备要入去学校读册10岁的小学生拄着伤，造成这个10岁的妹妹较接偏有4公分的空喙，好佳在无性命的危险。若这个高中生已经互法院裁定收容。来看《苹果日报》，高雄市长韩国瑜红罢免掉，刷落来要举行市长的补选。民进党有可能会派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出来选，伊嘛有可能会辞官去参选。来关心为着避免民众去医生看的时出现自费的医疗材料收费的争吵伤过大，健保署自费医材比价网站是换新啊，有8种民众较接用到的自费的项目，有定出计销的限度。但呢，有8成的病院即马拢爱降价，不过这是引起医界的不满。卫福部长陈时中昨昏是解释讲，这计销敢有合理，医材分类敢有公平，会先去做了解，卖听反对者意见。伫国人社会，本来将开刀的手术愈来愈普遍，不过民众发现，共一款的自费人工水晶体，无共医疗院所收费差上万。健保署伫咧配合甲自费医材比价网的资料更新，除了有计销的上限，
要无共款医材效能。比如说，民众今天看的是心脏科，他可能会用到心脏科的材料，在解释的时候他不知道它是什么，可能我到医材里头我就去找心脏血管的处置。这边新增加的智慧也上海的特殊医材，包括人工水晶体、特殊材质生物组织心脏瓣膜、冠状动脉导血的支架、特殊功能人工心率调节器，还有特殊材质人工髋关节等8大类。以智慧的人工髋关节为例，健保植入医疗院所所收的差额上限份额超过46982块。统计有8成医疗院所爱降价，若是无降，坑到无改正，会被记点。新制要伫8月实施，引起医界反弹，认为医材有收费上限，可能对个人的健康不利。卫生部长陈时中伫最高亲自说明。那可能是上限合理不合理，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就是说功能上，或者效能上、效益上的分组是分得够公平，是把一些效能比较高的跟效能比较低的都混在一起了。那分组分得不好，那就会造成说，在分组里面比较好的，可能就会被排挤掉。所以应该分作这2个角度来看，而不是说定的这样的一个分组，依功能分组的一个上限价就是不对。但是两公健保署为了要定各项规定，各相关单位经过1年半的沟通讨论，形成共识才公布。若是有医界认为分类无适当，或者是计较无合理的问题，拢会当提出来。卫生部会针对意见，搁再加专家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昨昏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做市长的上尾一天，市政团队伫凤山行政中心外口的草埔啊举行音乐会，支持者是穿白衫去参加。韩国瑜有发表小白的演说，伊做高雄市长，敢若做536天。谢谢。谢谢。看到大卡18000外支持者来现场收听，高雄市长韩国瑜开喙就是一直说多谢，啊，不过嘛替市府团队抱不平，认为讲因做牛做马，民调刷掉车尾。这1年多来，我们团队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比从前更好，但是杂志民调的排名永远掉车尾。我很清楚，这些都是因为我个人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帮我这个团队讨一个公道。韩国瑜外头向所有局处的首长行礼说多谢了后，佮摕手巾出来切目屎，向民众表示，其实这几天因为议长柯坤元过身了后所引起的风波，心情无遐多平静，批评即卖政局真正是乱七八糟。仇恨以及党同伐异所培养出来的民意、民主，到底是民主还是野兽？韩国瑜表示，伊也是真关心高雄，未接受任何职务，也是加入去其他团队的拍摄。演说了后，现场大家一直拍扑啊，佮甲伊慰留的声音。音乐会上尾以一首感恩的心来甲所有人告示。若是这场音乐会当中，副市长李树川嘛表示，伫咧这500外日子内底，伊无对不起高雄市民。我太太告诉我，今天一定要在这里感谢90几万的高雄市民。还给他一先生，你们不要，他要。这场告别音乐会早起就少年所有民众来现场，大部分拢参照韩国瑜所呼吁的穿白衫来。高雄市规工日头拢真热，支持者举雨伞四中小天，嘛有街头艺人扮作爱心，伫咧面画目屎表示支持。啊，不过搁较侪唔敢嘛是爱告别。韩国瑜伫2018年12月25就职典礼到今年的6月11，担任高雄市长总共536天。拄当初是，予大家唔敢相信的选到高雄市长，落尾去予93万外票罢免落台。无论伊的评价啥款，将规划埋伫历史上留下伊的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高雄市长爱补选，之前有风声讲国民党想要甲民众党合作，啊，不过昨昏国民党是驳回讲，因一定会家己派人出来选。啊，那民众党的主席郭文铁是无甲话党的，无甲话讲死，伊讲对合作是保持开放的态度。
高雄市长韩国瑜防罢免，是严重影响到南洋的气氛，而且到底要补选啊，党内到当也未找到适合的人选，还佫有南北合作的声音出现。民众党立委蔡壁如表示，合作的条件是共同选出无党籍的人选，那若大问题是认为啥物都有可能。我们没有说一定跟谁合作，一定不跟谁合作，我们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我想这个会整个台湾将来的发展会比较好啊。好的人选，大家觉得 OK， 大家都可以共同支持啊。所以不管是你是国民党、民进党什么党，因为这个补选嘛，它是时间相当短，所以我们能够作业的也相对时间都压缩了哈。那所以我们会保持最大的一个弹性跟空间，来找到最适合的人选。国民党表示，一定会家己提出人选，而且无一定是国民党籍或者是无党籍。人选出来了后，欢迎其他的在野党做伙合作。不过，南北也未合作，南洋党内意见早就无共款。台湾民众党打的主意是说要拉走蓝军的支持者的话，那这样的合作对国民党来说是一种掏空。两个党主席都没见过面，怎么会有互信呢？我期待看你接下来一招一招一招的揭开这个一党独大政党的真面目，或许这样子蓝白才有合作的空间。郭文哲找集伫咧人面册批评民进党，讲因真出来伫咧点名打击甲家己徛无共边的人。而且采购媒体第二评销，还佫有分转斗3工。咱若拿赢是甲焦点放伫咧郭文哲2014年台北市长的选举，捌和民进党合作，认为伊上了解民进党，会当做政治史上的污点证人，公开民进党的手段，嘛互2020高雄市长的补选，敢会转做南北合作，成做大家关心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香港，香港反送中运动唱的歌原因讲归香港，未来恐惊袂使伫学校内底唱啊，因为香港的教育局认定这首歌是政治宣传歌，袂使出现伫学校。香港百货商场人是客甲吵，大家举手机啊，做伙唱原因讲归香港这条歌。这是去年9月份香港反送中的画面。这条歌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内底真正听到的抗争歌曲，甚至红号做是香港地下国歌。不过，香港教育局长杨润雄表示，这条歌是属于政治宣传的歌曲，袂当伫学校内底出现。不过，若唱一《爱基本法》这條歌是屬於法治教育，就會當伫學校內底唱。都一起遵守它，以力勁保護它，多加一把。我哋反對任何政治嘅活動帶到入校園裏邊咧。我哋反對任何形式嘅罷課啦。面對北京推動香港版國安法，香港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會伫6月14發起罷工罷課的公投。針對這點，楊潤雄70萬發函，予全香港的中小學校長，要求學校愛甲學生解說國安法是並無影響香港人的權利甲自由，而且禁止老師甲學生參與罷工罷課的公投，嘛要求學校愛採取行動。楊潤雄強調，香港法律並無公投的法律效力，公投是無意義的。有香港議員就質疑講，伊嘅學生支持國安法，煞袂當質疑，根本就是反公平教育。呢封信，教育局有一個好強烈嘅傾向，係規定學校只能唱好，不能呢係質疑。學校並冇責任去為政府解釋政策。政府必須準備就緒，我要有乜嘢嘅人手去處理乜嘢嘅工作嘅。呢一個準備工作咧，必須喺而家去做嘅。11下晡，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國安法的條文還佫伫咧擬定，不過特區政府有責任履行國安法的條例。目前國安法條文草案還未完成，不過執法的機關要是愛先甲骹手傳互教，按算會伫咧警務處下骹設專職部門來執法。記者綜合報道。國際上要緊來關心美國嘅黑人弗洛伊德死亡嘅事件，引起全美國嘅抗爭。揣測弗洛伊德嘅小弟參加國會嘅聽證會，伊呼籲國會愛推動警察嘅改革，袂使互伊阿兄白白枉死。警察暴力嘅受害者喬治·弗洛伊德落葬嘅第二天，伊嘅弟弟菲洛尼斯就去聯邦眾議院嘅司法委員會感性作證，呼籲國會就愛隨推殺改革。I'm here to ask you to make it stop. Stop the pain. Stop us from being tired. George called for help and he was ignored. Please listen to the call I'm making to you now. Hold them accountable when they do something wrong. Teach them what it means to treat people with empathy and respect.
菲洛尼斯感叹乌人的命，干咧达咧弗洛伊德互怀疑使用20块的计票已金是真无价值。伫咧回应主席纳德勒对白人警察主嫌舒凡用脚头压制弗洛伊德8分46秒的看法的时阵，菲洛尼斯认为这是调工的。I think it was personal because they worked at the same place. So for him to do something like that, it had to be premeditated, and he wanted to do that. And intentional. Yes, sir. 明尼亚波利斯市的议会宣示要改善甲重建警察部门了后，警察局长坚定展现改革的决心，直接提出设立真大的警察工会协商的新合约，要求因来停止暗砍有问题的警察。I am immediately withdrawing from the contra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Minneapolis Police Federation. I plan to bring in subject matter experience and advisors to conduct a thorough review of how the contract can be restructured to provide greater community transparency and more flexibility for true reform. 弗洛伊德死亡引起全美国的回响，变做总统大选的焦点议题之一。民主党已经伫国会提出改革案，内容包括限缩保护警察唔免受到民事诉讼的有效豁免权，得到部分共和党籍的议员答应要合作。若川普无认同，计划伫最近以来会用行政命令伫整组甲警察执法的问题顶悬采取行动。若是减少警局的经费，川普甲拜登是拢无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弗洛伊德事件，互大家重视种族歧视的问题，嘛影响到影音媒体 HBO Max 的影音平台，即马要甲经典的电影《乱世佳人》暂时摕落来。1939年发行，描写南北战争题材的电影《乱世佳人》是美国史上上卖座的电影，捌摕到奥斯卡10项大奖。好事者甲白瑞德的爱情故事成为经典，也毋过因为剧中描写黑人安心地努力生活，侮辱南方白人甲脱奴制度，引起争议。HBO Max 影音串流网站查到暂时将影片落架，母公司华纳媒体发出声明，表示《乱世佳人》是旧时代产物，剧中讲的捌事件的种族主义偏见，无论伫当时还是即马，拢是毋对的。So it's certainly not the type of image, not the type of message that one wants to circulate when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biggest urban unrest since probably the late 1960s around America's enduring problems with race. 当年伫《乱世佳人》中扮演中部尼姆角色的女演员麦克丹尼尔，成为史上第一个得到奥斯卡提名得奖的非裔女演员。也毋过因为种族隔离政策，奥斯卡没限制，但勉强坐伫后壁壁角。华纳落嘅《乱世佳人》加登讲，这是麦克丹尼尔125岁名单。Studios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I don't want to see a plethora of resistance films a year from now, where, there's some interracial couple finds love at a protest or some crap. I think there are much deeper stories that need to be told. 华纳表示，未来伫家己历史背景的讨论了后，会互《乱世佳人》重新上架，未对电影原貌有任何的变动。也毋过有真侪观众已经等袂赴，是上亚马逊网站买《乱世佳人》DVD 收藏。《乱世佳人》虽成为这礼拜销上好的电视节目甲电影项目的第一名。伫这个同时，派拉蒙频道也宣布，1989年起已经播出32季的警察执法实境节目《Cops》将永久停播。这个节目伫全美国各地带着警察车巡逻，迄直轻轨停，也毋过定被批评美化警察甲扭曲种族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南韩前总统朴槿惠的姊妹判崔顺实干涉政权的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疑似修拟高等法院的判决，判伊爱关18冬，爱罚新台票4.9亿。南韩前总统朴槿惠好朋友干涉政治的案件出现上新的进度，最高法院12依次修拟高等法院的判决定宪。朴槿惠的好朋友崔顺实，被判18年有期徒刑，而且罚200亿韩元的罚金，差不多台票4.9亿。2016年，南韩媒体报道，迄当阵的总统朴槿惠，和伊的好朋友崔顺实看200多份政府的文件，甚至修改公告，引发亲信干政的风暴。2017年3月份，
朴槿惠互单核落台，了后就随互逮捕，而且以食钱、甲乌白使用职权等等几项的罪名来起诉，随顺时去互控诉讲，伊威胁财团捐款去家己的基金会，而且甲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镕收乌西的钱。这是崔顺实第2届上诉去最高法院。2019年8月份，迄当阵的最高法院认定审理的过程当中有重大，裁定专案退回首尔高等法院重新审理。今年2月，首尔高等法院判崔顺实18年，这届最高法院驳回崔顺实的上诉，而且判决定刑，比顶届互判20年的刑期要减2年。 국민 여러분께 심려를 끼치고 놀라고 마음 아프게 해드린 점에 대해 송구스럽게 생각합니다. 국민 여러분께 깊이 사과드립니다. 遐那南韩前总统朴槿惠是伫咧2个案件2审当中，是互判25年甲5年的有期徒刑。不过，同款嘛是互最高法院撤销。目前发展去首尔高等法院更审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倒来国内来关心台东的天顶，昨昏传出火光，也有炮声，结果是中科院咧进行火炮的试射。另外，屏东的救兵基地嘛有飞弹试射。中科院有发出新闻稿，表示是相关武器的测试，拢是按照规定的，拢是按照规划在进行的，不过并无加讲内容。妹妹，你们来干什么？看飞弹。手机啊，甲翕相机拢传话，就要等这个时刻。 21点8点10分，轰一声，一粒飞弹自台东三仙台附近发射，暗暝中看到一道强光划过天顶。你们有看过？有。你们都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射就对了。对啊。然后现在又看到，会感觉怎么样？很爽，很爽。 当地民众讲，这毋是第一遍射飞弹。根据渔业署公告的射击通报，中科院伫咧6月11、12、15加16暗时7点40到8点45，伫东南部海空区做火炮射击。 范围包括绿岛、兰屿甲恒春的海空区，上大飞弹管道无限悬。国家最近中国院的强强专案天强3正停行的防空飞弹验证。去年甲今年4月拢捌伫咧同一个所在做专案飞弹测试，而且11伫咧台东发射飞弹的同一个时间，也传讲伫咧屏东的国防基地有射飞弹。 外界推测有可能是爱国者或者是强1、强2、甲强3。为什么设计公告部说无限高，然后距离那么远？那说真的，一方面这是为了民众安全，然后第二方面当然也是为了保密。这个是天公2还是天公3？说真的，只要中确不讲，其实外界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呢，我们唯一可以庆幸说，这些呢都算是台湾的自制武器。中科院这一案发新文稿强调，建构台湾自主国防武力。 武器装备的研制测试拢照规划执行，央广无评论测试项目甲内容。伫最近，对岸军机军舰定扰乱台湾，无放弃对台湾动武。中科院研发的天强3型正停行飞弹测试若成功，会当互台湾的防务网更加强烈，也是祖国咱国积极发展无对称战略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花莲县政府的教育处，因为牵涉3站采买弊案，检调对初10开始大规模调查，嘛有约谈教育处长、体育会理事长拢总10多人。经过地检署的问话，昨昏全部拢获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市长，我们觉得被冤枉，没有就配合调查。被调查局约谈1天的花莲县教育处长李有玲看起来真忝。 另外，花莲体育会理事长王金德，也个体育会秘书长，也个相关人员，伫地检署复审了，11拢被声押。教育处李姓处长以及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姓理事长，疑似犯罪嫌疑重大，有勾串证人、共犯以及湮灭证据之余，向台湾花莲地方法院申请羁押。 花莲地检署接到民众检举，县府的教育处目前正伫咧做的工程，包括礼坛水上运动基地，一个德行棒球场2件改善工程，拢涉嫌涉密加收乌钱，导致特定厂商差不多900万。一寡所在拢是10家买办全民军的比赛场地，外界担心若停工，全民军要哪办？是否会停工这部分，还是要由相关的主管单位来去做认定。我们筹备处去年就已经开始启动，而且大家各司其职。那我想这个不会影响到我们全民会所有的赛事以及赛程。县长徐正伟强调，相信教育处会清白。不过李有玲甲王金德2个人羁押庭开到昨暗9点外，
法官认定2个人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有串经职务裁定羁押禁见。另外，体育会秘书长邱湘等人分别是10万到50万交保，或者是请回。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要进行铁路地下化、铁基路地下化的工程。昨透早6点外，甲有古迹争议的张家旧厝拆掉。若张家的事实是表示讲，只因干那一心的判决尔，法律的定书着还袂行煞着拆厝，感觉真无奈。伫咧前锋路1号的张家旧厝，干那用10分外钟就全部拆掉。张家的人徛伫边仔做伙茉莉口。在早起6点外，代替铁路地下化工程作业执行强制拆除，张家的人不满，南提官司干那到1审判决、2审上诉当中，铁道局都要硬拆。苗栗大埔案，他有上诉3次，3次定谳之后，他才强拆。那我们这次才1次而已。很痛心，今天政府是以强拆来回应人民。完全漠视各种事实证明。继续拆迁的张家主体原本预计去年5月份拆掉，不过因为张家内底有一个古迹提报古籍抓来暂停，今年3月份第2届要拆，佮因为厝主提出诉讼抓来暂停。不过前一天下晡，张家的铁皮厝已经断水断电，拆的作业是一定要做。拆除的时间有跟市政府做一些协调，以最干扰道路交通，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是按照这个原来时间进行。的诉讼上以及监察院的这个检举上，事实上也都证明了市府方面是对的。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放下彼此的这个尖锐对立的状况，共同为大台南大多数的这个民众的福祉，绝大多数的民众的福祉而努力。台南市铁路地下化工程沿线拒绝拆迁的住户原本有6户，分别是东区4户甲北区2户，即马拆掉1户，还佫有5户。中港厝佫另外找时间拆掉，因为这个地点原本是铁路地下化上早规划要拆的所在，不过因为反对南铁东线自救会的抗议，转来延一档，再去进行拆除，嘛去铁道局当作是突破的重大进度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在台南发生伫2000年的台南贵人双尸命案，本地hom判9摆死刑的谢志宏，因为检方发现新的事情，申请再议。5月15日时，台南高分院改判无罪，了后检方嘛无上诉，最近官司拍19档，谢志宏无罪确定。向台南高分院局长感谢司法函清白。41岁谢志宏因为被指控涉及2000年的台南贵人双尸命案，1、2审被判9摆死刑，8年前定案。不过因为台南高分检发现专案了有新事情，申请再审，今年5月续判无罪。佮因为检辩双方无佮上诉，专案伫6月11定案。感谢这个法院跟这个检察官秉持这个公正跟客观的态度来看这个案件他很仔细的从头到尾去检视了这个刑案现场，那发现了这个郭俊伟的这个讲法都跟这个他的检验的事证都不吻合，那法医也赞同。谢志宏的律师指出，2018年检察官中提一份谢志宏接受警方侦讯前的手写稿，推翻笔录认罪自白的效力。佮较找来监视专家证明另外一位被告郭准伟的强势康旁成为案件的辩方关键。一方面他也感慨了就是说他的家人为他奔波了这么多年了，感谢这个救援的团体冤案的部分当然会有刑事补偿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我们律师团会帮他在演绎该怎么样帮他主张。为案发期间到起码将近7300天，总算得到平反。律师表示，后续将开会研商，向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提出刑事补偿申请。谢志宏也经过律师向外界表达感谢，无定到这句话也搁较会当代表被释放了后，规人拢放开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某一间国中的棒球队进前发生校长甲学弟吵打的事件，经过市政府的调查，认定学校管教无妥当。除了教育处长昔日落台，嘛宣布这球队要解散。不过被害人的家属甲立委是出来发声，因讲因是要爱真相，毋是要爱解散球队。
新竹市一间高中棒球队技术部处校长对学弟不输鬼的案件，经治市府作出处罚，并且决定解散球队。也毋过被害者家属表示，无论什么人被记告还是处罚，只要无查明真相，就无法度真正解决问题。而且解散棒球队的决议，颠倒互因为受害者的角色，可能变成互其他球员无法度继续拍球的加害者。希望市府毋通解散球队。大人犯错不是小孩来承担，我弟弟已经被剥夺他的棒球梦想，请你不要再剥夺其他棒球队曾经是我弟弟的同学那些人的梦想。碰到这样的管理疏失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就把球队给解散掉。过去捌担任这间高中棒球队的前教练指出，突然解散棒球队，对于这寡平常有棒球梦的学生来讲，实在无公平。他就是要来追寻棒球梦，他才会来读体育班来打棒球。那你这样无缘无故没有他们的事，你直接喊一个解散，那他们的梦想谁来替他们完成？建立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棒球队，甚至体育班的管理，还有教练的一个平和的一个相关制度之后呢，当然能够让这个球队未来可以朝向重新组队。市府回应，犯罪事件造成标签化，影响到学生，所以不得已做出解散球队的处理。针对于原球队学生，市府甲学校拢表示尊重囡仔意愿，后续协助安排监视留伫原校，也是辅导转学到其他球队，以维护学生拍球的权益。未来也不排除重组球队。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拍算要甲钓鱼台改名，即马引起争议。咱的宜兰县议会昨透早是通过临时案，建议讲宜兰县政府嘛甲钓鱼台改名改号做头城钓鱼台，要来维护咱的主权。有29个议员拢支持，那县府是表示讲，当地研究看要安怎办。前日日本冲绳县石原市提案，要甲钓鱼台行政地区的名拄丁野城改做丁野城占谷，意计日子表决引起各界抗议。因为钓鱼台这座岛目前规划伫咧宜兰县头城镇的辖区，为着保卫县辖权，宜兰县议员蔡文义早起伫咧议会提案，要甲钓鱼台改名做头城钓鱼台，得到29个县议员附议，嘛像伫咧石原市进前通过改名案。我们可以说。把这个钓鱼台这个孩子今天找回来了，把他冠了复姓因为他原本就是头城的领土。未来我们渔民可以在海上更确保自己的这个权益。宜兰县政府表示，钓鱼台这座岛总共有5个小岛，伫咧地政系统内底算是5个地段。钓鱼台算是头城镇钓鱼台段的地号，虽无有钓鱼台的名，毋过因为无设户籍，所以无钓鱼台的户籍资料。毋过地图的标示地名目前是钓鱼台，若是改名，地图就改做头城钓鱼台。在收到议会的这个函文之后，我们会来启动依照法令来做相关的一个研议在我们检视完了之后，我们也会依规定来函报中央来做相关的一些核定的一个动作。县政府表示，钓鱼台土地登记的所有权人是中华民国，土地登记的日期是民国93年1月29，地号是宜兰县头城镇钓鱼台段。若是要改名，要报请内政部许可。若是面对改名的代志，立法议长游锡堃强调讲，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但是东亚的和平真重要，尤其是台日双方共同面对中共真大的威胁。针对领土甲主权的争议，应该暂时放一边。记者综合报道。中港科技甲管理学院无场地宣布讲，8月份开始要停招停班。学生囡仔有做自救过，昨下晡有40多个学生去教育部申请，教育部即马嘛答应讲，只要有学生囡仔想要读到毕业，就会核定停办计划。救救到江的学生，拜托，求求你们，真的！道江管理学院家长的代表，雄跪落涂骹，讲话是讲甲后甜。原本想讲，互因后生留伫咧家己读册，伫咧道江嘛会当学到物件。不过学校煞雄讲要停办。道江口口声声说是教育部导致道江要停办，我请问教育部，你是保障学生的受教权，还是保障学校董事会的利益？后生的未来要安怎？全学校1700多个学生要安怎？学生自救会40多个成员，伫咧教育部外口一直化工驳回停办，甲解散董事会接管道江的诉求。想了很多法子来逼学生离开，从讯息
到进度的隐瞒，从欺骗到对学生的分化，甚至是威胁。这个时阵原本爱摕到的注册单，学校无发，去教授才发现根本就无上课，学生控诉学校违法私自停办，要求教育部莫阁用严格审查的理由来应付。也若出面接受真正的高教师副署长杨学正强调讲，12会去学校甲全体教职员工，还阁有学生代表座谈，检核停办计划敢是真实的。不过学生要是真不满，也若高教工会干部是要求教育部爱直接给因一个交代。依法会进行审理，好，那只要学生有愿意就不会核定嘛，对不对？就不会核定，是不是？存在嘛，那当然就不会停办。杨学正答应讲，只要有学生想要伫咧原本的学校毕业，就要核定停办的计划，而且会赶紧发公文，要求学校这边都要正常办学。也若自救会认为讲已经达到阶段性的目标，所以会取消伫教育部外口过暝的空间。而且因嘛伫咧互相加油的声音当中，结束2点钟的真情。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筹备3档公司改编咖喱花小说的历史戏剧，昨昏宣布要甲戏名改号做《沙加洛》。导演周水源是表示讲，这是为着要尊重部落的族人，因为咖喱这个词伫英国是统治者看轻高平地区原住民得叫的名，所以尊重原住民的意思来改名。正式定名为斯卡罗。甲红布条掀开，顶冠是写斯卡罗3个字，而且佫有8部全花草甲武器的造型。筹备3档，由金钟导演周水源来翕的公司历史戏剧，宣布正式甲戏剧的名拄咖喱花改换号做斯卡罗。当我们听到傀儡花，一些部分的原住民认为它有一种贬义他们之意，我们就想着要去把它更名，让大家又彼此更进一步的尊重，更进一步的了解彼此。这出戏剧《斯卡罗》是改编为陈耀昌医师原本的作品《咖喱花》，以1867年台湾发生的罗美号事件做故事背景，描写原住民、闽南、客家人甲西方国家等等真侪族群造成的冲突。毋过戏剧原本的名号做《咖喱花》，毋过剧组发现“咖喱”2字是迄当阵统治者轻视高滨地区原住民所号的名。部落族人对这个字有无好的感受，所以经过陈耀昌医师同意了后，决定启动改名计划，甲族群和解共生。我等于是不用多元族群，跟多元这个文化，跟多元，特别是多元史观，就是说我这个描写的是原住民的历史，然后用原住民的史观来讲这一段历史。公司甲剧组邀请各方建议，先收集剧名，再互观众来投票。落尾斯卡罗得到2243票是第1名，若是斯卡罗嘛代表各族群部落还有文化融合。导演周水源嘛表示，期待透过新的剧名，互观众重新入目这段属于台湾的关键历史。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苏澳三仑国小有一个学生囡仔，叫做吴婉容，靠有限的资源，真骨力学。今年嘛，摕到家扶中心全国自强儿童的奖项。做来看这个囡仔的故事。不管是文品啊、跳舞，或者是练武功，读云林县四湖乡三仑国小5年的吴婉容，伊毋但会晓真侪才艺，伫咧学校的成绩也真好。我最喜欢的都是第一，我喜欢跟音乐有关的东西。武术嘞？武术也很喜欢，可是在练习的时候会比较困难，然后也会比较累。家扶中心的副主委替吴婉容甲红布条甲起立颁全国自强儿童奖予伊。伫咧边仔陪伊领奖的阿公阿嬷已经80几岁啊，讲起这个友好的查某孙，因的心内是拢真勇敢。因妈妈伫台北，照顾因爸爸，所以伊从细汉出世，阮两个老伙仔就甲伊做厝的看上，教伊东教伊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之下，还有屹立不拔、努力向前。不但树德兼修，而且还引文引武。吴婉容的阿嬷讲，因为吴婉容的爸爸身体歹，伊妈妈伫咧台北是靠做线工来照顾翁婿，所以吴婉容自出世拢踮伫咧四湖乡，由因两个老翁公婆仔来带。不过吴婉容真捌代志，毋但会晓替小妹泡牛奶粉、洗身躯，佮会晓做蚵仔干，加减甲厝的斗3天。即阵得到全国自强儿童这份光彩，吴婉容讲，伊真感谢各界对伊的帮赞，伊爱继续加油，莫互厝内的人烦恼。记者综合报道。
台语文刊榜，咱来去台南的新市国小，为着要培养囡仔教伊讲台语，增加因讲台语的机会，有出版台语绘本，嘛有拍微电影，也有去其他学校搬戏做巡回表演，咱嘛来看。一寡囡仔兄、囡仔姊毋那熬演戏，台语佮讲甲写写叫。料理澎湃报人知，滋味好食大家爱，讲好师真厉害，不管是肉也是菜，好食的料理通人爱。为着互学生囡仔更较了解在地故事，台南新市国小的母语教师刘惠荣专和学生出版《恁厝阮兜》一本绘本。即阵因阁要用轻松活泼的方式搬演绘本的故事，互大家看。绘本出来了后，囡仔就足爱去选这本册。选这本册的时阵，就有囡仔咧讲，这若来做戏剧，一定做好耍。争取到台南市教育局的经费甲因支持，接落来因会伫台南市巡回表演8场。刘惠荣表示，教学生学台语，其实有侪侪种的方法。伊毋但要提升囡仔学台语的兴趣，佮希望因会使甲台语的落音找倒转来。透早天大雾，乌手骑水雾。我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透过那个戏剧念谣把这个歌的音给它找回来？母语教师的用心，甲在地宗教信仰、甲人文特色结合台语教学，互学生伫日常生活就通趣味学台语。安尼生毋但会使传承母语，也通互文化振兴。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啊，来关心文化部昨昏宣布讲，因嘛要另外推出艺放券，一张600块，拢总有200万张，会当开伫艺文活动，就像是博物馆、演艺厅、册店、电影院这些所在，拢会使。手机下载 App 并且完成认证，就会当得到600块的电子票券。点选想要消费店家，就会当抵用金额。文化部长利用着亲自展示如何使用即将要伫7月2日中昼12点上线的艺放券，只要有身份证的国民，也是居留证的外籍配偶、新住民，拢会当领。也毋过限量200万份。是不是很公平？我坦白讲，这里面当然有很不公平啊。因为有的人可以抢到，有人可以抢不到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因为我们经费有限嘛，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了。伫3月关之外增加艺放券，都是爱民众听艺文，会当用伫全台超过1万间的艺文类型产业店家，拢总有4大类，包括艺文电影场馆、册店唱片行、电影院甲艺文电影有购票券。有剧团真期待，也认为发予全面的3倍券，要用伫艺文消费，会当讲无可能。不可能啦，这是 impossible， 就是那个夜市都用不完了，哪有可能分到？所以这样的东西可以补足这个东西啊，它可能是会变成一个起死回生的作用。也毋过册店并无包括网络册店，文化部表示，疫情期间受冲击的大多数拢是实体店面。另外，无手机的人也是无啥会晓操作智慧手机的中者。部长利用着表示，伫艺放券推行了后评估，敢是以专案来发予这个族群。到底12亿的艺放券，有计会当创造50亿以上的产值。记者综合报道。设伫台北南港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自本港是6月份要开幕，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即嘛是要延到9月份。台北市议会昨昏进行市政总质询，议员关心进度，所以头一任的董事长嘛是资深的音乐人黄韵玲，嘛头一摆上台质询。叫您黄董事长很不习惯哦，叫小林老师比较习惯。资深音乐人黄韵玲出任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董事长以来，头一摆骑上市议会质询台，针对议员关心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筹备进度，黄韵玲表示，原定6月开幕，确定延迟到9月初5开幕。其他歌手的档期受疫情影响有望变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的歌手的档期其实都一直换来换去。那现在我们也一直都跟这个主办单位，我们也一直在协调当中。黄韵玲表示，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将伫8月会进行压力测试，场馆的座位区甲摇滚区有计会当容纳5000人，也毋过因为离最近的集运站还有7到10分钟的用行时间，场馆周边的停车甲交通会是一个大考验。最近会继续拜会地方来协调。我们就是一直在拜会各个单位，也希望能够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那我们目前还是以能够用那个大众
大众的运输工具，然后来做一个宣导。林表示，伫9月初5开幕活动，会是连接无共应急设在的形式。伊讲家己拄上任也咧学习，要想回应急产业甲政策的沟通管道，也希望会当扶持少年就业人员。记者综合报道。国健署公布上新的调查，咱国人逐工平均是坐要6点钟，有超过一半的人逐礼拜运动量拢无够，所以是呼吁乡亲爱加运动，较健康。现代上班族常常坐真久拢无运动，国健署上新的调查发现，国人逐工是坐5点9点钟，有将近50成的国人逐礼拜身体运动量累计无够150分钟。若较高大箍，嘛会造成筋膜流失，加速骨头的退化甲老化。久坐的话，姿势结构不对的话，其实都很容易压迫到我们的那个脊椎之间的软骨。那个椎间盘，那所以其实是要做锻炼的，然后核心锻炼好才能share这些的压力。国健署表示，运动的好处是真多，会当达到减脱甲消掉热量的效益。亲像是60公斤的成年人，健走30分钟会当消掉165大卡，行路若行1万步，大约6公里，会当减少1.42公斤的排碳量。若是逐工逐个人拢会当减碳1公斤，等于就是62座大安森林公园规年所吸收的二氧化碳。而且澳洲上新的研究发现，坐咧1点钟会减少22分钟的寿命。中等费力就是要有氧让氧气的这个消化量更好。氧气进来的，我们的心肺的循环会很好。心肺的循环会很好的情况之下，就会减低慢性病等等。国健署强调讲，运动无需要特殊的装备，嘛无受到场地限制，只要炸2罐水、救大等等的物件，随时拢会当做肌耐力，也是深躯等等的运动，增加身体活动量。运动是无比去健身房较少。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正消息，咱来去看第国外，即马有的所在已经登好，真侪国家已经解除封锁。亲像意大利已经开放真侪出名的观光景点，其中保存甲真完整，会当看到古罗马帝国繁华面貌的古城奥斯提亚安提卡。开放的日子拄好就是6月初2，即天是意大利的国庆，所以嘛特别有意义。这片差不多50公顷的开放空间，厝的边只剩下半截，不过为整齐走路，一个线形的楼梯轮盘场地，也先看出古罗马时代都市的规模。店家、西城区景、学校、主体，啥物拢有。互你想袂到讲，伫罗马帝国全盛时期，有70万到80万的人口。不过，就亲像真侪欧洲国家同款，意大利的经济挖靠观光，这青年古迹就是无可取代的观光资源。只是一场武汉肺炎疫情，意大利被迫封城锁国，原本应该是真侪人的季节，变成空空的模样。疫情的发展，欧洲各国慢慢放零或者是解除管制措施，而且无偌远的罗马竞技场，也有奥斯提亚安提卡，前后得到意大利政府允准重新开放，当然应该遵守的防疫规范，还是要照办。Che ha fatto la differenza? Ci siamo dovuti porre il problema perfino in un'area all'aperto di trattare alcuni luoghi che possono essere fonte di assembramento in maniera tale che non lo fossero. 6月初2是意大利第2次大战了后，伫1946年进行宪政体制公民投票日子，拢被当成国庆日来纪念。除了按照惯例国庆典礼，真侪观光景点也拢伫这一天重新开放。Appunto abbiamo scelto come tanti altri questa giornata proprio perché sarà la giornata della riapertura. 伫中央政府慢慢放零之外，部分地方政府特别关心疫调追踪，甲国内外游客体检。记者综合报道。澳洲的环境科学家利用无人机伫半空中翕石鼓搬线的过程，这石鼓是要搬去别位来生能，这嘛是学者头一摆用更准、更安全的技术来做研究。那些的海面有正清白只的海龟，准备要收起北边的海沙堡生能。澳洲昆士兰科学家头一摆使用空翕的技术来研究伫要坐正的物种石鼓，这才发现石鼓实际数量比过去传统的算法加倍1.73倍。这是澳洲雷文岛伫咧大堡礁的边界，是世界上上大的石鼓生态地。研究人员过去清点这的石鼓数量，拢是趁石鼓来海沙堡做收生能的时阵，伫因身躯擦无到会当扬起的白色原料。毋过若是拄着天气无好，研究人员出现视觉侦测，都有可能会互数据无准。去年12月份，伫咧海龟生能的季节，透过无人机，用更较简单、更较安全，而且更较准的方式来记录海龟的数据。
初九公布的空气画面发现，要甲64000只强要坐种的海龟准备上花，场面是真壮观。真壮观的海底生物画面，还有这只海蛤，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罗的圣劳伦斯河，伫咧当地时间初九出现这只长9.5公尺、12吨重的海蛤，毋过却已经死亡。其实伫咧5月底，这只海蛤就已经去互当地的民众发现出现伫咧共一片水域，毋过过无几礼拜，这只海蛤却一直无转去400公里远的沙滩地。来支援钓海洋行动的专家指出，这只海蛤真健康，怀疑讲可能是甲来往的货船相撞，才会不幸来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是透西南风，这方面的花莲、台东、甲屏东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若南部甲花莲高温有可能会升到36度，乡亲爱注意做好早日，嘛爱加啉水。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乡亲顺心，明仔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惊破声的网仔哥哥啦。咱今仔日要来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家己网。网汉字写作网，罗马字写作保安网。网本条是第2条，古早嘛有人读作网。网仔家族内底就一寡名声歹，佫会胃病歹亲情，亲像厝网仔内面会画日本老店的三班家文，会画天高节的白线斑纹、埃及斑纹。斑纹伫台湾民间嘛，定互人叫做花骹网。家文嘛有人讲是厝网仔。阮阁有一种足够人缘的冤亲，伊住伫山顶真细只，足爱甲你对调调。若定着会足上足无爽快，伊就是乌尾，嘛有人叫伊乌须网仔，也是乌金光。明明就毋是网仔，煞号一个网仔的名，拍歹阮的名声。人讲饲鸟鼠，家布地，饲网仔，树人火。佫会为着天高节，那真正讨厌阮遮个人缘的亲情。教你一步，阮网仔的细囝叫做水鼠，也是洗蛤仔糖，因一直爱活伫水窟仔里。俗语讲，洗蛤仔糖死了变无网，甲网仔囝活的空间清掉，自然因就无法度生存。变那读做变，变无网。嘛有无新的创意的意思，有一寡甲网仔有关系的物件，嘛会直接用网仔号名，像太网仔的网仔水、分尸网仔的网仔香、
都有官网的网术啦。古早神明的形象就是野蟒术啦，伫天顶咧行，所以野蟒术啦行云顶，就是咧讲人毋捌实务，干那讲理论，也是生活过了伤爽势，毋知一般人的辛苦。俗语讲，互蠓仔脚踢着，意思是小可代志无啥要紧。有时咱嘛会讲点点较无网，来甲人讲莫想搞话。溜网、乌尾、水鼠、野蟒术啊行云顶，互蠓仔脚踢着，点点较无网。热天到啊，爱定定清厝内到积水的脚桶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